不要紧张，然后我插你们就不能讲这话。老母吞麦克风，把他们的电池拔掉。哎，我们先给我们的 PA 大哥掌声，给他们鼓励一下。不要这样，我的手指头没办法握拳。我可能要暂时单两枪6个礼拜，因为手指头受伤了，被蚂蚁撞到。然后有一首歌曲在阿美族部落里面流传很久，因为我们乐团是第一次来，第二次的呢。但是去年那个是以我的名义，不好意思。人家没有给我薪水，其实那天我偷偷扣2000。没有啦，就是我要讲什么了，就是反正。有一首歌曲，它在他们主部落，因为我们难得上来，想说给大家除了分享我们的歌以外，分享一些在部落传唱的歌曲。因为我知道在底下在座可能有些也是跟我们一样，来到这边打拼的一些部落的子弟啦。我相信大家都一样。然后有一些歌曲可能是他听到说，哎，哇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没有听到的歌，或者是听到这首歌会思念家乡的那种。然后今天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催泪，不是，让大家听听看这个很久才能够听的一次歌曲，因为我们也难得上来这样，然后不晓得下次还有没有机会这样，然后先为大家带来一些歌曲。这首歌它没有正式的歌名，不过在有一个乐团叫巴西瓦利，他们的主唱，他今天有在拉麦克舞台去演出，叫早漏大哥，花莲的阿密斯的一个很厉害的优秀的音乐人。他把这首歌稍微改编了一下。那这首歌，他们专辑里面取名这首歌叫巴西瓦利，只在阿美族里面东边，东边的意思，从东边的意思。那意思是大概就是说，因为这边有一些字幕了，就大概是说我们以前要出社会啦。或是要去当兵的时候，要离开家乡的时候，前一个晚上会唱的歌。我记得我要去当兵的时候，虽然我当的是替代役啦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，为什么要需要替代役？对，开玩笑，一个字弱。你东西叫的，你东西叫的菜。我吃的菜，你还没有，连那个虫都没有，好不好？蛮难接的。其实我刚才讲，不知道要怎么再讲。还有里面接人，不要这样嘛，还有人还在 online 呢。现在这学长来听听啊，少华你有在吗？这样。你在外面偷笑了。现在你一直偷学我们的笑话，那回部落说这是我发明的。跟你收取过路费呢。然后就是，然后爸爸妈妈那些阿姨们，他们就突然唱这首歌，我觉得很好听，就学了。唱的时候也是很感动呢，一些老人家也是会，因为他们以前当兵的时候，真的有唱这首歌，他们就想起他们以前当兵要去离开家乡的那个感觉，突然涌上心头。为大家带来把希望。
harapkan kau tidak aku.好，希望。